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飞和阿普，我们是技术宅。今天我们要玩空气，cos 那个超级英雄。预备，走着！超大吸力。真是好东西！弱爆！哼，看我的！嘿嘿，嗨！啊不，都不是好基友吗？飞利浦大奖悬赏，你对空气的奇思妙想，